我哋一切所得嘅都係從神而嚟，即使我哋工作所得嘅報酬都係神所賜嘅。金子銀子都屬耶和華。當神顧念我哋肉身嘅需要，我哋係咪都需要顧及神國嘅需要呢？喺呢個世界仍然好多未得之民，仍然好多困苦流離嘅人，我哋係咪可以為神國出一分力？哥林多後書9章9節，他施捨錢財，周濟貧窮，他的仁義傳到永遠。哥林多後書9章6節，少種的少收，多種的多收，這話是真的。馬拉基書3章10節，萬軍之耶和華說：你們要將當納嘅1/10全然送入倉庫，使我家有糧。如此，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，傾福與你們，甚至無處可容。求神幫助我哋作金錢嘅好管家，學習施予，祝福神國。